台南市龟林区公所为了打响龟林食客的品牌，配合一年一度食客节的活动，今年将首次举办食客王的评选比赛，从今日起开放农民来报名。龟林的食客是大肉的品牌吼，那基本上伊是迄个肉质接甜啦吼，吃起来相当的绵密所以一直以来其实也受到咱消费者的喜爱这届呢为着要再度打响咱龟林世家的品牌，所以我们特别举办咱的世家王的比赛吼咱世家王的比赛主要是来用蹦动的上大粒上重的来得胜安尼吼。那基本上我们预定在8月7号办理世家节的活动。龟林区长魏文贵表示，龟林的食客栽种的面积大约有60公顷，会用讲是台湾西部上大，品种是大肉仔，不但肉质接甜，而且口感阁绵密。这届食客王的比赛，毋是比甜度，而是比粒头甲重量。欢迎民众伫8月7号做伙来龟林参加食客节的活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